亲像人该讲日记当时里，本爱最亲爱的你，春到的日子无几多，爱留你留的身旁，爱洒的梦中。亲像人该讲日记什么你，本爱最伤心的你，总想等起等到解下你还有得来发散，讲恩爱强下。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，我还能说些什么？我还能说些什么？或许只是好好生活了。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，你还想听些什么？说我会安然地离开吗？说我会安然地离开？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顶多你会有点寂寞吧。